以超哥，你而家揸緊呢一架無人機飛緊嘅，咪就係北部都會區嘅新市鎮咯。呢一架無人機你揸得好穩喎。無人機就係我哋發展低空經濟裏邊咧其中一個重要部分。掌舵帶領香港咧發展得更好更穩咧，係我嘅責任。北部都會區，佢就係我哋香港經濟發展嘅新引擎。我哋經過大家不斷努力，逐漸咧係見到收成啦。未來5年會有大約6萬個房屋單位落成入伙，當中包括約10個新公共屋邨。新田科技城嘅首批用地會推出市場，實施一地兩檢嘅新皇崗口岸大樓，預計喺今年年底就會建成。北區醫院擴建計劃嘅主要工程已經喺去年開展咗啦。隨住未來嘅運輸基建同埋配套進一步完善，將大力咁拉動我哋嘅經濟發展，推動科研產業發展，同時提供更好嘅居住環境，助力吸納人才，留住人才，落地生根。所以北部都會區咧，真係為我哋香港嘅發展咧打開咗新天地啊！話時話咧，超哥啊，我記得咧你上任第1年咧有一次，我哋就喺太平山頂嗰度行山啦。咁你就話施政咧就要站得高望得遠，高瞻遠矚咧好重要喎。好啦，去到第2年有一次我哋坐船啦，天星小輪，你就話咧我哋要有擔當咁樣去到破解市民所關心嘅問題，就好似乘風破浪咁。咁我明啦，所謂嘅破繭成蝶，其實嗰個重點唔單止在於破，更加係成蝶之後咧要飛出去。冇錯，所以我經常講要做好內聯外通。其實乜嘢係內聯，乜嘢外通咧？簡要嚟講咧，就係要把握好國家機遇，把握好國際機遇，為市民建設一個更美好嘅香港，開拓新商機、新市場。以把握國家機遇為例，我哋推進北部都會區同埋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，同內地優勢互補，並且以創新思維結合市場力量。我哋加快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，致力發展低空經濟。我哋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建設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咁咩叫國際機遇呢？就係我哋喺世界舞台上揾準自己嘅定位，發揮優勢，把握機遇，綻放光芒。講到綻放光芒咧，其實我哋香港喺好多嘅國際排名上面咧，都係名列前茅嘅喎。係啊，例如香港去年再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，並喺今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再升2位，排名第3。今年3月發布嘅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，香港穩居全球第3，亞洲第1。香港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，積極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。隨住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，將進一步帶動提升香港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國際影響力同埋軟實力。我哋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強化內聯外通嘅橋樑作用。所以正如超哥你成日都講啦，施政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啊！外圍環境充滿挑戰，所以我哋寧願做艱難嘅改革者，都唔可以做安逸嘅停滯者。我哋必須繼續努力，以市民嘅利益為依歸，改革創新，識變求變。我相信憑住香港人嘅經驗同埋智慧，我哋必可以展翅高飛，喺創新創造中推進香港由治及興，創新嘅高峰。